再是心经，不对哦，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没关，黄护玲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埵吼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视窗王桃心，天真收颜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今年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
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3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灵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连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2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3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视窗王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
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徽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头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像是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是好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教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口，1口再口3口4口5口6口7口8口9口10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前子赵庆玉朝明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成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
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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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讲师领任，各位前贤们，后学就带读到这里，晚安，谢谢。感谢阿钱领任。好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拜拜。感谢领任慈悲啊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点禅师慈悲。领任护领任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再见啊，拜拜。